約翰福音第2章。2年後，在加利利嘅迦拿省有人結婚，耶穌嘅阿妹在嗰位，耶穌留嘅學生也本佢哋請去參加婚宴嘅宴席，酒啉嗆嗆。耶穌嘅阿妹老佢講：佢哋冇酒咯。耶穌講：阿妹，你老愛兩啥有乜嘅關係？我嘅時節還忙到。耶穌嘅阿妹就吩咐僕人講：佢喊你哋做乜嘅，就照佢嘅話去做。在嗰位有6隻石岩講，係猶太人行結槍禮嘅使用嘅，每隻可以裝大約100公升嘅水。耶穌老僕人講：將一條岩缸裝滿水，佢哋就倒水入去，直到黏起來。耶穌又講：兩下要掉出來，送本乾宴席嘅。佢哋就送過去，乾宴席嘅次啉嘅已經變做酒嘅水，唔知呢酒係對哪位來嘅，只有水嘅僕人知，就喊新郎來老佢講：騙人全部係先送好酒，但人下啉都差唔多，爭送普通嘅酒。你反正將最好嘅酒留到呢下。這係耶穌所行嘅第一個神蹟，係在加利利嘅迦拿省行嘅。一個事顯出佢嘅勇敢，嘅學生就信佢。這事以後，耶穌留家妹、老太並學生下去迦百農，才給予係紀念。猶太人嘅盼過節未到咧，耶穌上耶路撒冷，在聖殿地背，佢看到有人才給予賣牛羊熱夾嘅，也有對半元錢嘅人坐在嗰位，佢就拿索嘅做邊呢，將牛羊丟到聖殿外背去，又到半錢嘅人嗰位，倒出佢哋嘅元錢，送幫佢哋嘅作嘅，然後佢對賣熱夾嘅人講：將一條東西搬走，莫將亞伯嘅聖殿變做市場。嘅學生想起聖經有話講：上帝啊，我為你嘅聖殿太發熱心，就將火燒。猶太人嘅領袖就質問佢講：你能獻乜嘅神跡俾我哋看，來證明你有權好做呢條事呢？耶穌應講：你哋拆脫了聖殿，3日內我會將佢重建起來。佢哋講：呢聖殿已經起了46年，你3日內就會重建起來，係冇？其實耶穌所講嘅聖殿係指佢自家嘅身體，所以耶穌對死復活以後，嘅學生想起佢所講過嘅2句話，就信聖經老耶穌所講嘅。耶穌在耶路撒冷過盼過節嘅時，千多人看到佢所行嘅神蹟，就信佢。仲係耶穌對佢哋唔放心，因為佢對所有嘅人有深層嘅認識，佢冇需要萬人老佢講關係人嘅事，因為佢深深了解人嘅內心。